Hello，大家好！香港基督教桌遊比賽已經嚟到第3屆啦。今年 SEN 組會喺2026年4月4日星期六進行比賽。今年嘅比賽項目同過往一樣，亦都係 Blockers， 亦都同過往一樣 SEN 會分為兩組，7至9歲一組，10至12歲一組進行比賽，亦即係接受2014年1月1日至到2019年12月31日出世嘅 SEN 小朋友參加。每一場嘅比賽人數係3至4個玩家一組，大會會按參賽人數平均分配同埋抽籤決定。SEN 組會分為兩組，7至9歲一組，10至12歲一組，每組名額最多32人。出棋嘅次序喺比賽開始之前，裁判會同每一位參賽者抽取顏色決定。每一隻顏色嘅棋係有21塊，而出棋嘅次序係紅、黃、綠、藍，以順時針方向出棋。遊戲規則：4個角落係每一個玩家嘅起點，第一隻出嘅棋係必須要落喺角落頭嗰一個格仔上面。每一個玩家自己顏色嘅棋係必須要以角對角嘅形式出，而同其他玩家嘅棋相遇嘅時候就可以邊貼邊。我哋睇一睇呢一個例子，我哋見到呢，左邊呢一幅圖畫就係角對角嘅形式出啦，而右邊呢一個呢，就係邊貼邊，所以呢就係唔可以啦。但係邊貼邊嘅情況呢，係遇到其他玩家嘅棋嘅時候就可以邊貼邊咁樣出。每個玩家每次出棋嘅時間係30秒，超時就當作 pass， 即係話呢一個回合就冇得出棋啦。每個回合比賽限時係30分鐘，時間到仍然未分出勝負嘅話，就會開始最後一輪嘅出棋。如果時間到嘅時候係玩家4出棋，咁佢出完之後遊戲就結束。但如果時間到嘅時候係玩家1出棋，咁就每個人會出多一次棋，令到所有嘅玩家都係有一樣可出棋嘅次數。而最快出現21塊棋，又或者剩低棋入邊方塊小格最少嘅玩家就係勝出。如果有同分，就會以方塊數較少嘅玩家就係勝出啦。下邊呢一個例子，我哋見到玩家3佢剩低嗰個棋係4格，所以佢係4分，而其他玩家都冇佢咁低分，所以第一名就係玩家3啦。再睇一睇呢一個例子，玩家2同玩家4佢哋剩低嘅方塊小格數目都係14，但係因為玩家2佢剩低3塊，玩家4係剩低4塊，所以排名就會係玩家2排第3，玩家4排第4啦。晉級比賽會以計分制嘅方式去選出最低分嘅人可以晉級。初賽每個參賽者可以參與2個回合嘅比賽，會以計分制嘅方式選出最低分嘅8個人進準決賽。分數係會由初賽開始就一直累積計算。準決賽嘅時候，每個參賽者會參與1個回合嘅比賽，以計分制嘅方式選出最低分嘅4個人進入總決賽。之後去到總決賽嘅時候，每個參賽者都係參與1個回合嘅比賽，亦都係以計分制嘅方式會分出冠亞季軍。再提一次啦，初賽、準決賽、總決賽嘅成績係會一直累積計算嘅。如果有同分嘅情況，就會比較佢哋嘅小組名次。如果名次都相同，就會以佢哋個人平均出棋時間較短嘅參賽者就會為之勝出。我哋睇睇計分嘅方式。每一塊棋會由小格去到組成，以紅色棋為例子，佢就係由1至到5個小格去到組成，每一個小格代表1分，5個小格就係代表5分啦。方塊數量亦即係棋嘅數量，一塊無論佢有幾多格都好，都係繼續1。可以睇睇黃色棋嘅例子，清楚地寫咗呢俾大家睇一睇噶啦。跟住係名次嘅分數，第1名係1分，第2名係2分，第3名係3分，第4名係4分。但係如果第1名佢係所有棋都出晒，佢冇剩棋嘅話，佢就會攞到0分。出線嘅名次係以每個回合嘅總分數排列，分數越低嘅人晉級嘅機會就會越大啦。可以睇一睇呢個嘅計分例子。
表格入邊已經顯示咗每個玩家佢喺每一個項目攞到嘅分數。頭先都有提及到啦，當如果有玩家佢哋嘅剩低嘅方塊小格分數係相同嘅時候，就會比較埋佢哋嘅方塊數量。如果方塊嘅數量相同，就會比較佢哋出棋嘅時間，去決定佢哋嘅名次。而呢個例子勝出嘅玩家就係玩家3號啦。假設有16個人參加初賽，而每個參賽者可以獲得2個回合嘅機會。喺2個回合比賽結束之後，大會就會計算佢哋嘅總分，按照分數排列出最低分嘅8個人就可以晉級。我哋可以睇到3號參賽者同埋16號參賽者，其實佢哋分數係一樣。不過3號參賽者佢喺佢嘅小組，即係佢嗰台裏邊，佢係排行第3名；而16號參賽者佢喺佢個組度係排行第2名，所以佢比較名次之後，佢就可以以第8名出線進入準決賽啦。而去到準決賽計分嘅時候，初賽嘅總分都會帶入嚟計算。進行1個回合比賽之後，會將呢個總分加上初賽嘅總分，去計算出累積嘅分數。累積分數最低嘅4個人就可以晉級進入總決賽。嚟到總決賽，就好似頭先所講，總決賽嘅總分就會帶到入嚟一齊計算。而我哋睇到累積分數上面最低分嘅係8號參賽者39分，所以佢就係第1名啦。第2名係40分嘅2號參賽者，第3名係41分嘅6號參賽者。咁根據呢個嘅累積分數，我哋就可以知道呢一個嘅比賽嘅第1、2、3名就係邊3個人啦。喺比賽進行嘅時候，每一台都會有2個裁判幫手，會協助設置遊戲、講述規則、計時同埋判決。如果有任何爭議，一切都以當日嘅裁判決定為準。因為係 SEN 組，所以我哋有一個特別注意事項。如果有任何參賽嘅小朋友，佢哋影響到比賽嘅行為，如果係一啲小騷擾、小情緒嘅狀況，我哋會溫馨提示佢需要冷靜。如果佢係擾亂到比賽嘅秩序或者情緒失控，就會即刻被淘汰。但我哋都會邀請參賽者小朋友同埋家長一齊去到大會輔導區，我哋會有啲輔導嘅服務俾返大家。我哋好明白 SEN 小朋友需要一啲特別嘅支援，所以我哋好希望每一個小朋友嚟參加嘅時候，都係可以留低美好嘅回憶。所以如果有狀況出現嘅時候，我哋大會嘅義工，我哋都會盡量協助幫忙，讓到小朋友呢，佢可以盡快嘅冷靜落嚟進行比賽。獎品同禮物方面，所有 SEN 組嘅參賽者都可以獲得參加證書，以鼓勵 SEN 小朋友多啲參加唔同嘅活動。今年我哋仲增設咗第4名殿軍都會有獎杯同埋有桌遊禮物。如果你對比賽都有興趣嘅話，就快啲掃 QR Code 填寫報名表參加比賽啦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嘅片段，希望可以喺比賽度見到你哋啦，拜拜。